Hello，大家好啊！咁我係2046嘅總編輯鄧小華，咁咧就係今次咧，我哋又請到即係著名文化評論人啦，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與身份認同史備忘1970到2000嘅作者李兆興係啦，咁上嚟咧同我哋講多啲流行文化，即係香港啦、流行文化等等嘅嘢啦。咁呢本書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不停咁要同，即係李兆興就話啊，你喺台灣出書，但係我有啲字咧想保留翻啲香港用語得唔得？咁我就話我香港人梗係得啦，咁樣跟住有需要我就再注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有個大 title 咧，就係話即係影視神采裏邊就係一種叫咁都得問號感嘆號嘅精神，係啦，嗰個就係佢必然要保留嘅嘢嚟嘅。咁呢個咁都得點解要咁必然地保留咧？咁啊，李兆興你稍為即係向大家簡介下你呢個觀念啊。好。其實咧，喺整理成個香港流行文化嘅特色嘅時候，或者個成功要點喺邊度嘅時候咧，我係歸入咗即係幾個元素嘅。譬如話，成個當其時適逢其會，就係話咧，其實咧70年代咧，特別係中國大陸、台灣或者其他華語地區咧，其實相對上嚟講，個文化係南文化係處於弱勢嘅，唔係強。咁好啦，咁正係呢個時候咧。好多呢啲 talent 都嚟晒香港，咁當然咧成個影視工業啊，亦都係崛起啦。咁變咗咧，香港係70年代咧係呢個通過去影視，無論係電影同埋後尾 TVB 開始之後或者麗的電視啦嘅電視創作亦都好輝煌，係直接咧係輸咗一大個影視作品嘅黃金盛世開始。好啦，咁我個問題就係，因為我都嘗試去理解梳理噶嘛。咁呢個成功佢哋特色係乜嘢先？咁我發現咧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咧嗱呢樣咁都得問號感嘆號咧，其中一個概念咧，當然係我哋會係借用翻後來 David Boswell 佢哋研究香港電影嘅特色嘅時候咧，有提出過呢個嚇盡皆過火、盡是瘋狂呢種盡皆堅狂、盡是過火呢個8字真言。咁你發現我又未必係。當其時佢哋講嘅時候咧，最初嘅時候係帶啲貶義㗎嘛。咁後尾 Boswell 講嘅時候，自然覺得係正面化咗成件事啦嚇。即係我哋講翻少少俾個啲觀眾聽，就係話即係香港電影去到即係外國嘅時候，好似係去到紐約啦，總之美國城市啦。咁嗰啲即係報紙上面影評就話，即係好黐線啊！啲成龍嗰啲幾廿層樓咁碌落嚟嗰啲咧，咁啊即係好癲狂啊，過晒火啊，太過癲啦咁樣。跟住然後 David Boswell 就將呢幾個形容詞攞咗過嚟，跟住就變成咗即係佢變成咗個正面嘅認同，就讚香港電影就係盡皆過火、盡是癲狂咁樣。好啦，呢個，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呢個又不足以完全咧係反映到成個特色，或者係嗰個精髓啊攞唔到，所以我強調一定要用咧港式粵語嘅詞語咧去拿捏呢個精髓。於是照出咗咁都得問號加感嘆號呢個，既係一個問題疑問，亦都係一個肯定嚇。呢個就係我所強調嘅點。好啦，問題嚟啦。點樣咁都得法先？咁呢個咁都得就話，其實睇電影咧，其實影視作品咧，最重要就係令人覺得哇，意猶未盡，又或者係意料之外啊嘛，係嘛？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嗰個精髓所在。簡單到睇李小龍嘅，你打到啲人撲一碌，然之後咧又凌空踢碎嗰個環宇救不准入內，呢啲都係小兒科啫。其實就係當你發現咧，其實成個70年代開始咧，我哋稱之為有上下資歷嘅觀眾啊，電影愛好者都應該會聽過。我未出世㗎，70年代就係枕頭與拳頭嘅年代，香港電影係嘛？係點樣？枕頭當然就係情色啦，拳頭當然就係動作啦。即係嗰啲咩玉山床攤幾嗰啲係咪啊？佢講個做法。Sorry。嗰日講嘅係70年代一批嘅軟性色情片嚇。咁你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咧就都幾誇張嘅，即係成日係諗得出或者諗唔出咧，都會去拍嘅。70年代係咁樣開始咗成個呢啲咁嘅大，我稱之為咁都得嘅大冒險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追溯翻咧，其實呢個發展咧係一路冇停過嘅嚇。80年代其實我哋見到咧，最能夠輸出全球嘅香港 icon 啦嚇，其中一個咧就係成龍嚇。咁你會發現咧嚇，成龍都重要嘅嚇。當然我哋今時今日對佢嘅評價唔一樣，但係咧你發現咧佢當年做嘅嘢咧，隔幾層樓即係5層樓
飛完兩棟大廈，又或者喺個氫跳落個氫氣球上邊，呢啲動作咧，或者喺街度跑嚟跑去呢啲所謂parkour 呢啲咁嘅跑酷呢樣嘢咧，話佢創咗先河咁嘛。好啦，呢個其實正正就係其中一樣動作上面嘅感督得嚟嘅，因為傳統上面我哋唔會想像你咪打咯，用18般武藝對打咪算咯。點解你又會跑咗去街道嗰度打，又用咗咁多？當然啦，大家後尾用影視歷史嚟分析，就會知道其實某程度上佢係受到荷里活早年嘅電影、追趕電影嘅黑白電影嘅影響啦嚇 slapstick。咁好啦，咁呢個咪係所謂其中一個咁都得嘅精神咯嚇。你真係將做一啲嘢無限放大啊！對成龍嘅 case 係咁樣嚇，咁所以你由呢個70、80去到90。即係嗰個頭先講嘅係一啲，即係你眼度睇到，即係個視覺性現象咧，即係超越，即係超限啊，即係超越咗你想象啊，令到你想象唔到。咁跟住有冇啲係，即係譬如意識上，即係一啲驚喜啊，即係我哋會變得 sophisticated 㗎嘛。即係呢啲嘢頭先我哋講比較，即係滿足咗你第一層感官嘅想像裏邊咧。咁同埋嗰樣嘢推陳出新嘅，永遠都有嘅咁樣。咁有冇啲譬如話又意識上、類型上咁樣去令我覺得咁佢做咗咧嗰隻樹熊咁樣咁做咧一啲嘢咧？呢樣我會舉例，去到90年代就特別明顯啦。因為我再回溯翻自己先，最經典嘅喺視覺上面，頭先講到動作上面嘅咁都得咧，我就會 call 錢小東嘅電影《生死決》，佢哋其中最後有一場懸崖裏面對打，你哋後生仔可能冇睇過。懸崖對打係違反咗自然物理嘅反作用力量，喺凌空嗰度用佢把劍咧，凌空㗎啦，係即係冇任何助力啦，係踩住自己把劍又可以彈起。哇！呢啲係完全係咁都得嚟嘅視覺上面嘅體現，好重要。即係呢個反力學嗰個概念。反力學咁好啦。同樣嘅嘢，我忽然間諗到喎，即係大家都係跌落懸崖啊嘛，我哋老土啲，我就見到即係東方不敗跌落懸崖，即係徐克咧，徐克嘅特色咧就係越講佢啲人物咧，平時坐好地坐喺度飲嘢，佢唔講嘢㗎，打嗰陣啊，臨死嗰時，你究竟係咪好大段嘢講㗎嘛？即係佢即係嗰個你跌落去。咁啊，首先就唔知點解拉住啦，又跌啦，跌嘅時候跌得咁靚啦，跟住之後又唔講，又解決唔到究竟呢個李連杰呢個令狐沖究竟係咪同即係東方不敗過咗一夜呢一個咁嘅即係永恆嘅世紀之謎啦？嗰時我即係你係會有個點啊？徐克你究竟想點啊？即係嗰個感覺咯。呢個好重，呢個觀眾反應好重要啊！呢位觀眾就係係啊，你想點啊？咁都得係個創意嘅嗰個原本嘅原罪靈感。效果就係令到所有觀眾呢個就係個結果啦。好啦，另一個咧就頭先講到就係話唔單止係視覺上面啦，係意識上面都會嘅，就係我個人嚟講啦，就係到90年代嘅幾套稱之為無厘頭又好，超懷舊嘅電影又好啦，就係我會舉就係我嘅 favourite 就係92黑玫瑰對黑玫瑰啦。好恐怖嗰套戲，我喺夜晚自己睇啦。我嗰時即係我係睇 LD 嘅，唔係驚，我笑到斷氣，我驚我死啊！我講喺屋企，我嗰時都14歲，我有啲驚，因為我真係好驚，我驚我死啊！我笑到，我係真係作為一個如果拋開觀眾咧，係又變咗一個影評人身份呢樣嘢，因為你冇得去界定，或者係冇得去進入去嘅。你究竟係一套咩片？歌舞片。歌舞片、粵語片、動作片，咁點咧？係啊，我覺得我即係我細個，我諗翻我即係10零歲咁時候啦，即係咁咪最 shock 嗰個係即係你突然間佢哋困住咗，突然間變咗 MV 㗎嘛，係機關我對佢嚟講係。唔係佢係嗰個，佢忽然間嗰個即係阿梁家輝佢哋本來係即係扣住手扣㗎嘛，跟住阿梁家輝突然間就咩殷情於金化煙雲，係啦，即係個手扣冇，跟住之後先慢慢拎翻嚟戴翻個手扣，嗰度我係 shock 到咧，即係嗰個動作係超中意嘅，即係佢有好多啲咁嘅細節咧係你冇諗過嘅。同埋最重要就係話咧，其實咧。咁多咁都得元素咧，你發覺咧，其實咧，你唔係香港
觀眾咧，或者香港長大咧，你其實 get 唔到好多嘢嘅。係啊，呢樣嘢就係正正我所舉例就話，一方面佢又用到個香港嘅咁多 style， 但係咧佢嘅 subject 咧又係絕對係香港南文化嘅精華所在。我嗰時我記得我中學嗰啲 singing contest 都有人唱《舊歡如夢》嘅，即係所以佢係嗰個係好跨界，同埋你亦都係唔明啊！即係而家你會問邊個老細會投資啲咁嘅戲咧？咁樣，然後即係寫嘅時候又點解會相信？即係而家你好多計算㗎嘛，即係好多公關上片嘅計算咁。而家即係你點會夠膽做啲咁嘅片咧？咁你咁樣諗翻嗰時候90年代，你就覺得好好玩啊！咁同埋加上就係另外就係周星馳嘅一系列嘅而家稱呼為無厘頭嘅電影啦，都係。你個 favourite 係咩？我想上次。我先講呢樣嘢之後咧，而家調翻轉嚟諗咧一啲都唔無厘頭。佢講嗰啲嘢咧真係好鬼死有深層大義啊！係例如咧，你個 favourite 其中一個就係當然係《鹿鼎記》啦，《鹿鼎記》。因為《鹿鼎記》咧，嗱呢樣嘢就係點樣咁都得法咧，就係話你表面上從徐克到王家衛到劉鎮偉，到杜琪峰，去拍一啲所謂經典嘅原著咧，即係你唔好指望佢會依個原著嚟拍，呢樣嘢咪好鬼死咁都得啦。即係你拍出嚟，你點會揾個林青霞去演個靚女，去演個東方不敗？又或者周星馳嗱，去翻個 favourite 就係話咧，《鹿鼎記》裏邊咧，你表面上係一個武俠經典武俠古仔啦。咁當然啦，要俾翻 credit 金庸嘅就係話咧，佢就寫到最後一本小説啦，佢都去呢啲唔係最厲害嘅，就係手中冇劍咯，就係話嗰條主角係唔識功夫，咁呢啲唔係最勁嘅功夫啦，係嘛？好啦，佢但係咧喺電影版本周星馳版本裏邊咧，佢表面上係一個武俠小説武俠電影改編或者係咁，但係咧佢裏邊講到嗰種咩家國情懷，同埋其實咧你調翻轉嚟諗咧，佢又可以係一套咧臥底啲電影，因為係阿天地會阿陳近南揾咗嚟做皇帝身邊做臥底又得噶嘛，你可以咁反覆清明啊嘛，反清復明咁樣反覆清明都得喎，咁係啊，佢反覆清明啊，佢係啊。好啦，咁我裏面其中即係今時今日諗翻，哇！即係天馬行空到佢其中曾經質疑翻阿陳近南啊，喂，其實咧舵主，咁嗰個皇帝或者個朝廷咧做得好好地嘅，點解要反佢？即係嗰啲你係顛覆咗你以往嘅好多呢啲咁嘅對於忠義啊，合武俠啊，究竟合之大義係啲咩嗰咁嘢啦？係，即係所以佢嗰個我哋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即係首先就係個玩嘅時候玩到癲咗，而玩到癲咧，到最後咧，佢係咩為之真癲啊嘛？即係真癲就係真係喐到你嗰個核心啊！即係真癲就係我癲到我唔嚴肅到一個程度，我真係問你最嚴肅嗰啲家國係咩嘢啊？咁樣咯，即係佢嗰個我覺得係勁嘅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即係。香港嘅笑片咧，即係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兩岸三地即係最勁啦咁樣。咁我有段時間係咁樣啦。咁而佢係我其實都會睇台灣嘅笑片同埋睇大陸嘅笑片嘅。即係我有好大一段時間每年都要睇到馮小剛，睇下馮小剛點搞笑。後來就唔好笑嘅，係後來真係唔好笑，因為一個人有錢得好緊要嘅時候，佢講嘢係唔好笑嘅。sorry 咁樣。咁呢個即係。香港都有面對呢個問題，即係大家都有錢咗嗰啲，即係你上咗去殿堂啊，啲嘢就冇咁好笑咯。咁樣咁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除咗話係你有錢，你脫離咗嗰啲低俗嘅嘢之外，另外一個都係你越接近權威，你反叛嘅力度就越細。即係我哋會遇到呢啲事情。呢個就即係我成日講，即係嗰個即係我其中另一個 favourite 係孫悟空同埋《西遊記》。你都幾神奇就話。當你睇國內嗰啲遊戲，即係大陸嗰啲遊戲，嗰啲黑悟空嗰啲就某程度上都幾唔反叛嘅喎。但係咧，你睇阿周星馳個《西遊記》咧，其實咧佢反叛得嚟咧，其實後尾又變態悲情嘅。係啊。咁係嗰個 twist 咧係好犀利。咁呢個咪我所講嘅自由個精神，其實體現到係嚟
點樣去反轉好多嘢嚇。一我教套係我教，因為我成日教文學改編小説嘅，我最中意就教香港電影，嗯因為一教嗰 part 咧，你就係話其實根本有啲改編係唔需要睇原著嘅，即係你由即係有嗰陣時，而且90年代唔知點解好多呢啲，即係我哋受嗰個教育真係好勁。咁一個咧就係你金庸小説改編東邪西毒，之後再變成東成西就呢度一 set，跟住《西遊記》改編《西遊記》上集下集咁樣即。上集同下集有個對比，咁即係呢兩 set 嘢咧，對我90年代成長嘅時候，其實係好大影響嘅。即係你會，我就算冇乜意識，我嗰時中學生啫嘛，即係咁，但係你會意識到，哇，原來係可以個跳躍方法咁大嘅，真係哇咁都得嘅，係得嘅，有好多人做緊，人哋出嚟做電影都係咁嘅，即係嗰個你可以做嘅嘢個跨度可以好大嗰樣嘢咧，即係其實90年代呢樣嘢係真係教我好多嘢嘅，係啊。咁同埋你如果除咗頭先所講嘅都有啲虛構嘅文本底下啦，咁但係大家不要忘記，如果講自由度或者講咁都得，其實咧90年代咧亦都係出產過咧一啲咧同社會好密切關係，某程度上都用一種誇張黑色幽默嘅方式去處理現實問題。當其時係覺得好瘋狂，唔可能發生嘅場面，大家覺得好笑，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發現咧係真實會發生，咁啊變咗當年係喜劇，今年係悲劇。係咩嘢？譬如話好似你好嘢系列啦，係嘛？哦，譬如話國產007啦，係嘛？咁有啲橋段大家唔使我哋講明啦，好多橋段大家都知道，此情此景點可能再拍咧？係啊，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我哋即係嗰度中間我思考過一個問題啊，即係就係話我哋呢個即係一個政治正確嘅問題都係一樣，即係當你話嗰啲嘢咧係只係得一個解釋嘅之後咧，就冇人講笑㗎。即係我講笑就係有唔同嘅解釋啊嘛，即係可以有唔同嘅解釋先可以講笑嘅。咁如果你指定咗有一個解釋，呢個解釋就係咁樣㗎，你就係顛覆啊乜乜啊咁樣，咁冇人會講笑㗎啦。係以後冇人講笑，因為即係當你要限定個解釋嘅時候，就係呢個係對於即係自由同埋反叛嘅最大嘅一個限制咯。咁我調翻轉頭就係90年代嘅時候啊，即係嗰時係咩咧？咁嗰時又未到97啊，點解會大家咁爆發咁自由？即係佢個自由係去到咧就係頭先我哋講翻就係話，一嚟就係佢完全唔使理個原本啦，跟住市場又覺得個市場咩都受到㗎啦，跟住然後由喜劇跨到悲劇，現代跨到現代跨到呢個叫做古代，咁全部佢都冇覺得冇限制，佢咩都覺得可以做。即係嗰個90年代嘅自由嘅氣氛係點樣嚟嘅？你記唔記得嗰個背景？我嗰時讀中學，我哋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理解咧。咁但係咧，我相信即係我綜合咗我嘅觀察或者係唔同人嘅分析咧，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揾到翻咧許冠文嚇。今時今日時隔咁多年之後，佢依然係咁講有份量啦。咁佢其實喺其中一集《今夜不設防》裏邊咧，係好詳細講過所謂無厘頭文化點解會興起，佢嘅本質係乜嘢嚇？當然用佢典型嗰種嘅招牌嘅反應咧，就係話嚇，咁佢就係講佢嗰時就係講譬如講周潤發當其時出嗰啲歌咁啊，好鬼死流行咁啊，飛沙風中轉咁，或者係講其他無厘頭嘅電影。咁佢嘅理解咧就係話 which 我覺得係都成立嘅，就係當嗱，如果從擺翻落去成個社會脈絡嚟講，當然係90年代初開始興起嘅呢樣嘢。當然啦，之前我哋會知道係軟硬啊，呢本書裏面都其實都提到就係軟硬嗰個影響力都重要。喺某程度上咧，去80年代後期咧已經率先咧開創咗呢個所謂嘅無厘頭呢樣嘢。咁但係咧，周星馳將佢咧真係普遍化，成為一個咧真係 household name 啦。好啦，中間發生咗咩咧？當然大家事後再重塑翻成個歷史發展，當然理解最重要嘅關鍵年份，當然就係1989啦。89年之後，咁即係90年開始啦。咁你發覺咧，大部分咧，我哋而家後嚟講嘅呢啲所謂無厘頭嘅現象，都係因為呢樣嘢，即係話大家都非常之失落啦。大家都某程度上咧唔想咁正經面對殘酷
嘅現實，又或者起碼係一個理想受挫啦。咁所以咧，理想受挫。咁唔講啦。好，其實嗰個唔講唔係唔想講，係我一擺埋一邊啦。第二就係情緒上面咧，我需要一啲咧嘢去宣泄去發泄。咁咧，既然世界都係咁荒謬同非邏輯啦，咁我就用非邏輯同埋荒謬嘅語言咧所以最重要，其實我都歸納咗其中一個所謂無厘頭語態邏輯就係、咦咁樣喎，咁喎，係咩？係或者軟硬嘅係咩？唔係喎，係咩？唔係喎，又或者劉鎮偉嘅講下啫，即係話嗰啲嘢講下啫，使唔使咁認真啊？即係呢啲經典台詞對白啦。咁嗰個就係、其實嗰個循環就係咁，即係不斷重複某一個口語。然之後嘗試其實就係去係分散咗個概念之後咧，令到大家其實唔好答成件事，因為唔想答，又或者冇得答，冇答案啦。呢個就係嗰個無厘頭嘅本質。咁好啦，另一樣嘢就係一定要大大聲，聲大夾惡，先至會令到呢個就係即係嗰種咁嘅發聲，令到用無限嘅呢啲咁嘅噪音去掩蓋咗內裏嘅空洞，明唔明？呢個如果而家咁理解就係咁樣，呢個就係當其時成個思維就係咁，所以咧導致到90年代由表姐你好嘢啦，到周星馳嘅電影啦，其實某程度上咧都好大嘅無厘頭嘅情緒喺裏邊啊，東成西就更加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去到90年代，呢個亦都係我想講就係之前嘅流行身份文化論述咧，係去到97之前嘅，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世紀末華麗樂風咁，係一個都幾重要嘅論述即係文集啦。咁但係咧，通常咧就過唔到97，因為大家當時寫嘅時候都覺得97係一個好大嘅關口，點知過咗咧？又唔係真係咁大喎，大家過幾年又翻嚟揾食啦咁所以呢一個去到2000S 咧，佢亦都跨過咗道門，因為真正改變嘅位原來即係97，我哋以為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咁之後係有改變，但係佢真係造成 drastic 改變，即係好劇烈轉變嘅，其實唔係97，係啦，即係話係啦，喺不少評論人嘅論述裏邊，無論做香港論述又好，或者係做電影論述又好，其實咧都有個説法咧，就係話咧1997年咧並不是香港真正回歸嘅年，真正回歸咧係2003年，因為更加根深蒂固、有影響力嘅同中國大陸真係發生肉體關係咧，就真係03年沙士之後 Super 自由行之後嘅嗰種咁嘅貼身嘅更加親密嘅關係，咁嗰個係真係肉體關係嘅意思就係因為係真係自由行多咗啦，咁先至會開始後邊發生嘅各種光復行動啊、保育行動啊、本土運動啊，即係你原本之前咧，你可以想象以前可能想象中國係一種精神戀愛嚟嘅，中國文化精神戀愛，大家係咁樣噶嘛，中國文化詩詞歌賦咁樣啊，即係客途秋恨啊，許鞍華喺度背古詩啊咁樣，即係一個咁嘅精神戀愛嚟嘅。到你真係肉體接觸嘅時候，喂，會污糟㗎，係咯，會踢篋㗎咁樣，即係嗰個好，即係好多殘酷嘅嘢改變啊！你會改變我生活嘅結構㗎，你改變我城市嘅結構㗎喎，咁嗰個摩擦就真係開始發生咯。呢個就係我所以咧，我本書裏邊都話係去到00年代啦。咁但係其實咧喺電影嗰個 chapters 裏邊咧，我係仲有一個唔同年代嘅分類，直至到係每10年做一個單位。因為我覺得呢個係非常有趣，就係我係從72、82、92、02、12、22咁去做咗。因為其實咧，你發現咧喺呢幾個嘅關口裏邊都有一方面有，我覺得有啲重要嘅香港電影出現啦。咁而嗰個 moment 亦都係一啲關鍵嘅，起碼對香港電影嚟講咧好重要嘅分野。咁其實香港我成日都話香港電影嘅發展咧，喺某程度上咧係象徵咗香港嘅發展嘅。你成個由本來嘅港產片到合拍片，到後尾再發現有一部分就分流咗，有一部分就北上拍片嘅導演就拍啲合拍片，而個本質係改變咗嘅。另一方面咧，係留低翻喺本土拍一啲咧好鬼死有本土情懷嘅亦共鳴嘅電影。咁呢啲咧都係，譬如話我舉個例法係拍場嚇，即係好
好多人覺得好時正，但係你睇佢嘅德族喜劇，其實都某程度上都幾針對到當其時嗰個心態，就話點樣北上嘗試去北上融入，但係又俾人呃 Q 咗啲老細，咁咧咁成件事係好反諷黑色幽默，但係咧只會可以香港只會拍到。低成本啦，講好地道香港嘅情懷。但係同時間，你發現咧，其實有一批大導演就去咗北上去拍啲合拍片，而訴諸一個更大嘅中國市場。咁所以其實好明顯咧，到10年代咧就已經係分野得好明顯㗎。咁蘭哥亦都係啦，其實近幾年唔係好少啦，近幾年咪有成個中國大陸又興翻港樂㗎嘛，先至為咁第一咧。喺香港立場咧，其實就冇港樂呢樣嘢啦。我哋一路以為港樂就係講香港管弦樂團嚟㗎嘛。我都以為係啊，我即係頭先即係黑人問號㗎我。係啊。咁但係佢稱之為港樂，即係 Cantopop 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嚇。咁但係咧成件事就話確實係嘅。10年代咧，其實開始就係我哋一路所理解嘅粵語藍曲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又變咗好本土化㗎啦。即係除咗後期有更加本土嘅男女團興起之餘咧，亦都有一批新嘅 Serena， 即係嗰類咧係，你發現唔會係訴諸到香港以外嘅市場，好明顯係嘛？即係出現咗一個好 localize 嘅市場。呢個係好明顯嘅。咁變咗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嘗試？當我追溯嘅話，但係毫無疑問。香港嘅粵語藍音樂確實係喺70年代到00年代咧，最後係特別係80年代咧，係有跨地域影響力嘅嘛。裏面都提過，你哋嗰啲上一輩啊，都聽過啲萬水千山總是情啊、千千闕歌啊嗰啲咧，都好笑嘅喎，即係譬如我喺大陸行咗咁耐咧，咁我如果有啲大陸朋友咧去點歌咧，我真係識唱嘅。即係後期唱 Beyond 啦，啲粵語歌佢即係句識唱跟到嘅，即係問佢點解佢哋真係聽呢啲歌大，或者佢父母聽呢啲歌大啦，咁佢哋中意。咁最後期喺我嘅觀察裏邊咧，有呢種粵語歌可以喺中國大陸仲有廣泛難度或者認識度嘅，就係咧 My Little Airport。係啊，就係咁啦。咁所以第一，你見唔見到佢即係我作為編輯嘅時候咧，就係 Bono 你究竟想喺邊度停？即係跟住，然後咧，呢個究竟係2000年定係2020S 咧？呢度我哋搞咗好耐。我係終止咗喺2008年。2008年 OK，2008年嘅時候就係保育運動啊，香港保育運動嘅時候。嗰個隨時就睇翻就係咁，以喜帖街作為最後一首咧，係有跨地域嘅影響力嘅。因為呢個嘢不可不知，因為我確實係好多，所以話呢本書係好多係從體驗加觀察加理論出發，就係話咧，咁發覺喺喜帖街係08年啦，咁咧跟住咧，你發現一樣嘢就係咧，嗱當然咧佢作為一個廣東歌啦，喺後期都喺北面都唔會好流行啦。咁但係喺廣東省啊，或者起碼廣州咧，即係粵語區咧，嗰啲 K 咧，即係好多廣東省朋友、粵語朋友咧，哇佢係好鬼醒，唱得好投入啊！唱邊首啊？咪唱忘掉種過的花，即係唱喜帖街。哦，喜帖街。唱到好似哇！我問哇，喜帖街喺廣州㗎？即係咁樣啊！即係好投入到，我都覺得哇！廣州有條喜帖街咩唔通？咁我意思係話佢哋咁即係認同到咁樣。因為後尾我諗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喜帖街雖然喺灣仔，香港灣仔，但係咧喺嗰個年代，每一個正在巨幅改變嘅中國城市都有一條喜帖街。明我意思啦？就係會因為城市改變，冇錯，因為個時代嘅拆遷啊，對於舊物啊呢種咁嘅舊情懷嘅嚮往或者係懷緬咧，對於扣翻我哋嘅主題就話消失、被忘記嘅抗衡，呢樣嘢唔係正就係喜帖街裏面所講嘅嘢咩？等不到下一代是嗎？咁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的確係呢本書咧，因為即係做到最後嘅時候咧，即係 Bono 咧就係都係要好想有一個
即係 constructive，即係比較建設性嘅結尾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覺得佢提出咗一點咧，就係喺我哋即係佢自己本身，因為係一個全球化人，OK，佢係全球人嚟嘅，咁所以佢就會講咗我哋喺呢個離散時代啊，即係全球化時代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面對呢啲嘢？而面對呢啲嘢唔係純粹淨係我哋要記得，係佢會要求得多啲嘅。即係呢本書佢寫到咁行30萬字，佢扯飽佢自己之後，其實佢對大家都個態度都係好似俾你 cut 咗10萬啦，另外係嘛字？係啊。即係已經做咗嘢㗎，我哋編輯，我哋唔會俾一本書無限咁膨脹落去。係啊，咁但係佢已經，我覺得因為已經好 rich 啦，咁樣，咁我其他都冇 cut，我淨係即係我都冇 cut 到08，入邊都係有 mirror 啊，大佬，仲係有 mirror，佢寫到 mirror 啊，大佬，咁樣，咁跟住然後另外一樣嘢就係佢要求嘅就係話，唔單止係唔好忘記，其實佢係覺得我哋要有更加多嘅論述，我哋先至可以保存到我哋自己香港嘅文化。係啊，即係我哋唔單止我記得係個基本，傳俾人哋係基本。然後另外一個其實係要有論述，因為冇論述嘅嘢咧，其實大家就只係 Wikipedia，只係 Reels 咁樣，即係好快就會冇咗。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有論述，我哋就係有意識嘅主體咁樣。咁所以咧就流行文化俾大家享受嘅。咁但係咧，即係傳承流行文化傳承香港身份認同嘅工作咧，咁係需要大家一齊努力嘅。咁啊好開心 Bono 俾我哋一個咁享受嘅思考過程。最後一句就係叫做咧香港莫失，流行莫忘。佢自己度聽啦。好多謝晒。